今次真係劈晒大價，由高峰期嘅24,000蚊一平方，降到而家單價12,000就可以入手珠海香洲呢一套單位啦。你冇聽錯，總價咧 total 講緊都係100萬出頭多少少咋。我哋可以見到對面咧就係珠海北站呢個大型嘅輕軌站啦。如果你搭輕軌嘅情況下咧，15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海嘅拱北站啦。所以話呢度嘅交通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啦。而且現時仲做埋我哋呢個優惠活動啦，俾個5萬蚊嘅首期就可以上車喎。而且月供咧都係3000零蚊出頭多少少咋。現時仲搞緊活動，贈送埋全屋嘅呢個家私家電俾到你，拎包就可以入住。咁呢度去到我哋大型嘅 shopping mall 寶龍城商業廣場啦，只需要步行500米嘅一個距離時間，行街食飯睇戲，全部都係一站式可以解決到。如果要翻我哋香港揸車全程1個鐘頭多少少就可以翻到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，評論區3個6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睇睇。